即马伫咧外送平台叫食的是真利便，毋过嘛有袂少民众去拄着因为包装、运送等等出问题，即食食变甲真歹食款，或者是内底的汤全安尼抓出来。伫屏东有外送员伊去店头领披萨，结果煞是直接甲披萨放落地仔内底，落尾像这披萨是规个变形去，害店头都爱重做。原来这段影片即马伫咧网络顶嘛引起众人的讨论。 规餐厅出来的外送员将披萨直放入地仔，头家马上出来看，果然外壳试穿，去甲上网络反弹。文章指出来，网友也拢闹回，我受过外送员无放好乱糟糟的餐点。有听过说有人用纸的放吗？有啊，有哦。看没有大箱的话比较少啦，大部分都会转单啦。 常常传出同款的外送事件，有网友捌看到外送员将咸鱼凊彩挂伫机车挂钩啊，互餐点菜点无法度食，毋但消费者收到无欢喜，也可能连带影响店头名声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可能会勉强吃，可是下次会告知。客人我一定会很介生气啊，一定会甲打电话甲上去商家抗议的啊，叫伊甲停止啊，看变怎配，看商家变怎配合吧。 有外送员表示，常常付汤水的餐点了，较真是毋是包好？那路途较远，较点就会增加压出来几率。部分店头也看外送员装逼，佮决定是毋是出餐。就是有那披萨店啊，就是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大包，因为很多外送员他现在都是有拿那个小包就在跑外送的，他就会问你有没有大包，你有大包的话，他才会给你餐点。 披萨乌白坑引起网友讨论，15早起店头无营业，暗过表示，你一天看到了就重新做一份，顺势家己吸收，也希望外送员用细致，才袂造成双方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